這些都是我家人。这老太太看着好眼熟，难道她就是我媳妇儿？可这些人除了洪建军这个兔崽子，我怎么都不认识啊？这怎么办呢？爸，喝口水。爸，我得跟您说个事儿啊。一会儿程程回来了，您千万别说我带您去酒吧这事儿，程程会杀了我的。程程是谁啊？程程是您闺女啊。哦，程程是我闺女。完了，程程回来了啊！爸爸，程程，让爸爸抱抱。啊，我多大了还抱啥呀？我看你是不是挺辛苦的？爸爸要抱抱你嘛。来，抱，哦，好。琪琪，你陪姥爷在这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哎，我也陪姥爷玩会儿。你别陪了，进来。好的。说说吧，警察局怎么回事？那个，哎，你叫什么来着？琪琪。对，我知道。来，我考考你。来，琪姐，考考你的这个照片上的人啊。这是谁？我。啊，那这个老太太是谁啊？姥姥。哦。那你姥姥叫什么名字？郭淑芬。啊，郭淑芬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是我兄弟呀！哎，对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姥姥呀？你姥姥怎么不在家呀？姥姥。爸，我妈不是出国旅游去了吗？哦，哎嗨，她倒潇洒，留我一人在这兒。哎呀。这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姥爷这个这样玩的。广大的工友同志们，新的一天開始了，讓我們迎接新的生活，不畏艱難。哎，醒了，感覺怎麼樣？來，慢點，哎呦我天！我在這兒啊。啊？你是郭淑芬？不然呢？壞了，這腦子叫人給打傻了。大夫，不是大夫！哎，回來！沒事啊？沒事。哦。我剛才好像做了個夢。做夢了？夢到啥了？夢見跟你結婚了。啊？你變成老太太了。我變老太太幹啥呀？不是，你說你這人，一個啤酒瓶你躺2天，小身板。行了，你趕緊起來吧。啊，起來吃點東西，這都熱好的啊。還有這衣服我也給你洗好了，疊好了，放這兒了啊。給你選個蘋果吧。本來打算我自己吃的，沒想到他心還挺細的。給，吃啊！別以為你心細，我就能跟你結婚。媽呀！真把腦子給打傻了。來，你把手拿着啊，拿這個。大夫，哎呀，快來呀！你別喊了，這醫院你喊什麼呀？哎呀媽呀，我怎麼夢見跟他結婚了呀？
嗯，苹果还挺甜。我一个扫堂腿，你看看，我再接一个黑虎掏心，2个、3个，一排人全让我干倒了。好。范卫啊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伤的有那么严重吗？你不就伤了个脑袋吗？啊，转移了吗？转移了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这腿可疼啊！在这撞了！哎呀，没走，真疼！哎呀，辛苦了啊！我代表我个人来看望您这位保卫了长女宫安全的伤员。那都明白。那都懂。哎呀，哎呀，淑芬同志，你也在呢。吃个苹果。啊，那我是伤员呢，你得给我呀。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，这次的事件暴露出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你身体素质很差，啊，你得向我看齐啊！你平常每天锻炼的，还有就是得多吃水果，吃水果好啊。是，你看买了这么多苹果，是淑芬同志，啊，合着你空手来看我的是吗？那哪能啊？谢谢。哎呀，就怕你方便的时候不方便呢，特地给你挑的，方便你想方便的时候方便，特別方便。来，行，拿着你尿盆上那邊方便，你上那邊方便去。哎呀，行，给你买的，快！淑芬同志啊，哎，这个呢是我个人对您英勇行为的一点敬意，请笑纳。给我的吗？谢謝啊。好，謝謝啊。哎呀，謝謝啊，這我笑納了。你手不是受傷了嗎？對呀，你管着嗎？那花是我給人淑芬同志的，你管得着嗎？你看這人，對，我管得着嗎？胡淑芬、胡建軍、范衛，現在馬上到廠長辦公室去。辦聯誼舞會，還動手打架。你先動的手。你先動的手。你不能動手。那不就是你了嗎？哎，廠長，是我先動的手。現在是嚴打呀，你知道後果有多嚴重嗎？警察一會兒就到，我保不了你們。廠長，這事兒是我幹的，要抓起來還是開除，我范衛一個人承擔，和郭淑芬沒關係。說啥呢？那個人是我打的，要處罰就處罰我自己，跟他沒關係。你廠長不怪他們，這事都怪我。爸，我很慚愧，沒能把這件事扼殺在搖籃裡。我比他還慚愧呢，真怪我，真的別吵了。廠長，你看我這一身傷，誰是主謀，這不一目了然了嗎？跟他們都沒關係啊，你放他們走行不行？然後我馬上就寫辭職報告，我絕對不給廠裡添半點麻煩。說啥呢，范衛？廠長是這樣。你別說了，